长年以来，我们都知道台铁最大的问题是在它的负债过高。那目前最新的数字已经达到1200亿，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负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超过90%都是所谓的人事成本哦。那也因为这样子的这么庞大的债务，让它要走向公司化这件事情，事实上好像显得这个遥不可及。但是我个人是认为说，希望经历过这次的事件。政府应该就是咬着牙痛定思痛，彻底的改变台铁的结构哦。那事实上，所谓公司化并不等于完全等于民营化哦。就说事实上，你像高铁它其实是国有民营的公司，或者是华航哦，它其实是从国有转型到这个民营的公司哦。这些它有不同的类型，或者是我们所熟悉的这个捷运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事实上，我觉得政府可以认真的去思考国外的不同的案例，到底是国有民营，或者是这个像德国、法国是所谓的国有控股，这些方式都有可能达到一方面营运上面公司化有竞争力，但是又可以保有在国有的前提之下，让铁路这项公共财不会因为公司化之后造成说偏乡啦或弱势就被所谓的边缘化或被无法使用铁路。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差政府的痛定思痛，这也是我刚刚为什么说，民进党政府要能够在这次的危机当中，这个完全的这个展现出政府的决断力的话，就取决于你未来怎么样去有效的处理台铁的结构，而且这个问题是刻不容缓，因为这关系到大家的铁路的用路安全。因为最近大家一直在讨论那个台铁公司化，你觉得台铁公司化有可能吗？那如果真的要做的话，最大难处？几个问题哈，第一个当然就是很多它的，因为台铁的工会很强势，所以特别它以驾驶员的工会占的影响力很大。那因为很多台铁员工在过去在阿扁时代其实就想要民营化嘛，但是因为他们觉得民营化会影响他们的权益啊，所以他们就是负隅顽抗，甚至不惜罢工啊。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就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经过20年了哈，就是说。我觉得台湾社会也相对成熟，那也相对理性哈。那另外就是这次有50个人往生，我觉得它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了。因为台铁长期以来它的问题就是层出不穷啊，大大小小事故不断，表示说这个已经不是说个案问题，它是一个结构问题、组织文化的问题。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你不走公司化甚至民营化的话呢，恐怕你所做的改革都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哈，都是治标不治本啊。如果要治本的话，还是要走向公司化，对。所以我觉得这次如果名气可用啊，主流民意都是支持的话，我觉得台铁工会就不应该在这个负隅顽抗啊，就是要基本上应该要接受这一个事实，否则我觉得再这样下去，我觉得台铁它招牌会整个蒙羞的话，对台铁员工的未来发展肯定也会受限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当然是员工的反弹，工会的支持啊。那再来就是说，因为你要公司化的话，你势必会以这个营收为考量，所以长期以来这种低票价的做法势必会提高，但是这会让一般的搭乘者感受到一些负担的增加啊。但是我想，因为你必须要有合理的利润啊，所以这东西就变成说，它肯定会有相当大的一个艰困期啊，包含就是搭乘的民众已经长期习惯的低票价，那你就必须要去付出。你如果为了你的安全的着想，你必须要多付一点你的这个票价，对。那当然也是一个问题啦。第三个当然我就是说，它可能很多这个经营不善或者是没有经济效益的这些车站是否要关闭或路线关闭？那怎么样提供这些相关附近居民的配套的交通的工具啊？例如说增加客运或怎么样？那我觉得这都要通盘来解决，对。